台中教育大学一群学生去年在后里嘅印尼地驻村上涨日，伊能发现到一只主要中高级里嘅西沙区，喺采树嘅时节，山空明日如会出乌烟。原来係農民睇小無愛嘅嘅李廣，有落落到嘅硬布啦、紙推一道，為錯到嘅減少空氣污染，而能每年嗰度嘅里面吃嫩團李廣拿來做別做吃溫飲，冇想到網頁數分享，本但搶市嘅小客無愛嘅嘅李廣，變做有菜體米絲嘅創意商品。在以前这里没有开发的时候，它是属于石虎的栖息地啊，所以大家后里地区就形容说啊，这个地方很容易看到石虎啊，看到猫啊，因为猫长得这个石虎长得跟猫一样啊，所以久而久之大家叫它这个猫仔坑、鸟仔坑这样在叫它。对各个嘅素材群講下，都係唱如嘅改善啦。呢隻菜田嘅温度係牛耳香嘅推重是後力氣真理啲，其實係客家種，行業客體日本客家，主要係對附近嘅廟里通路12曬落嘅。見面除了種柑之外，最主要嘅就係種高級梨。我們台灣的水梨都是原生種的橫山梨，那它長出來的質地比較酸澀。所以在農民在經進農業的整個過程當中，他們發覺透過嫁接的方式，可以讓原本在寒帶生長的這個比較質地比較細膩的品種水梨，可以在平地，在我們低緯度、低緯拔的這個地方，還可以生長。透過植物，即特殊嘅地圖加入新氣、新世紀、秋水嚟到某種種品種嘅地個。接好過後，還會產一片嘅田火布，按樣就會接為上，實練出定期開發大致。不過都冇簡單好雜嘅，就嚟過後某種嘅李廣運用嘅處理正好，係一個動態嘅問題。那水梨我們不可能在樹上一顆一顆摘，所以是連帶梨梗給剪下來。那剪下來到家裡面以後再去做分級包裝，它也不能做堆肥，極少數把它放在田邊，讓它自然腐爛。那大部分的都是把它焚燒掉。農民開始採收的時候，就是每天都可以看到說，就是山丘上面在冒黑煙之類的，那就可以看到是爛掉的果子或者是牛皮紙袋啊等灰寶這種東西，然後還有梨梗。真地地入圍300公頃嘅梨山，當年淨下來嘅李廣足足200萬公噸咁多。去年這區推崇教育大學嘅學生啊，去到真地地駐村3張嘢，看到兩種問題，前領外來停解決。你講，你這隻哦，要這樣子先壓出一個紋出來，對，再用手用大力把它切進去。好，那我來試試看。出力哦，大拇指出力。哦。再。有。是不是這樣一個東西，而且是富有文化特色的東西，是不是可以把它想辦法包裝起來，或者是把它做成實際的產品？所以我們當初才去發想說，這一節特殊的部分，我們可以把它結合去做什麼樣的東西？佢哋想摸出來持續必困難。裝好洞之後，我們就是可以對外面進行削皮，把外面的皮處理乾淨，然後要讓它變得就是非常的光滑。處理完外皮之後，還要打磨，打磨要做4次，然後再上蠟，上蠟要2次。廣東道這個比為是點樣做嚟做，當好事，未咋做為生是半天天。堅持佢咩嚟2張嘢，將堅做堅參重。就是第一版我們是直接把原子筆芯插進去，然後你就會看外面有一個那個就是塑膠環，然後就是沒有那麼光滑，因為那時候不知道用砂紙磨，因為有梨梗在這裡，然後就變成你要很小心的，就不要去把這個梨梗破壞到，然後就變得
会增加工作上的困难度，然后会失败都是在这里。大家理光比较容易出自己天天唔會做強容嘅，本單位少睇緊農業會協會，明了嘅做出新東西，變出有文化遺憾嘅商品。我想很多大都會的孩子提供給來的長在哪，長在什麼地方，它是怎麼嫁接而來的。那或許你拿到這支筆，你可以告訴你的孩子說，這支梨梗筆，梨是我們台灣的原生種，那這個梨穗的部分是來自於日本。唔單止咁樣，還用理念做嚟抒發推個老三兩道。像這種的話，就是比如說是一種，梅蘭，或是這種是鐵蘭，這樣子，所以每一個的不一樣啊。這個形狀的話，就是自己巧思去做成的，看要變化什麼顏色，就用縫的，或是用綁的。其實農村的資源真的很豐富，但是農民們在就是農忙之後會沒有心力去運用這些資源。那像我們這些大學生、年輕人就可以運用這些資源，然後為他們帶來一些額外的收入。雖然學生嘅駐村行動已經結束，不過幾道新業嘅設計工作室繼續推動，希望有下到農民來參加，未希望農村做得有到冇強弱。跟學生討論過，學生也是可以說，那我們以後社區的話，可以做帽子啦，或是做衣服啦，或是說我們要做的一些袋子或是什麼，也都可以用我們的布下去做，經濟效益我覺得是非常的好。因為我們還是認為說應該要從社區裡面居民去出發，就是由在地人來做，那要怎麼把它符合，例如說現在在做文創啊等等，我們要怎麼去把它符合市場上面的需求？學生畢竟是他們是年輕，有很好的這個創意。那我們需要什麼？我們需要把這個事情推廣到全社區去，那讓每一個人都知道說，他現在已經不是垃圾了，他是寶。林俊成講，冇看到氣體宣告之前，兩隻路行到下辛苦，不過幾老幾間農民大跳做，希望減少空氣污染之外，本單某種嘅東西也做得變風景。農民呢仲要限價減做，未做得上添，只係價低，還希望大幫一樣，留下去行小出去，為大家看到有個行。